大家好，新年好！而家送嚟一套61平嘅睇海嘅公寓啊，7三年省慶，明水明電嚇，一個大燈間嚇，睇睇家私電器保養得非常之好啊，大大嘅陽台，係朝西南嘅睇海，你睇，喺呢邊海絲嘅好開闊26樓嚇，樓層非常好，總共31層啊，所見即所得，所見嘅都係你直接拎包入住啊！保養得相當好啊，保養90%啊，床乜嘢都有，冰箱、洗衣機全部配飾俾你，一個大通間嗬，洗衣機啊，呢度係廚房，業主冇做過房嗬，好新，抹到好乾淨啊，呢個洗手間2段式嘅洗手間嗬，呢套房紅本在手，即買即住。即係73年省慶啊！呢套房係會一期水淋天啊，生活非常方便，都冇食都介紹啦。經常講呢個小區，呢個睇海咯，20萬出頭，21萬，冇睇海咯，即係10幾萬都有啦嚇。有興趣直接關注我，了解更多，送款，拜拜。